傳說仲有一個傳說，就係話佢當時成日批評，以小乘嘅身份批評大乘，話大乘唔係佛講嘅，係後來啲人作出嚟嘅啫。而家南傳佛教咧都係咁講嘅喎。你去泰國、緬甸柬埔寨嗰啲小乘國家咧，佢哋唔信有觀音菩薩，唔信有文殊菩薩，唔信有普賢菩薩，佢呢個係佢哋大乘佛教編咗嚟，佛經就冇嘅。佢哋因為佢哋攞住《阿含經》，《阿含經》係冇呢啲菩薩，咁所以佢哋唔相信。咁但係佢而家嚟同我哋交流得多啦。如果你有咩佛子有咩節日開光咧，有啲大乘嘅菩薩像咧，佢都參加埋，幫你開下光。但係佢哋到自己嚟，我哋去泰國睇過，邊度有普賢菩薩，邊度文殊菩薩，邊度觀音嘅，成個大殿嚟去都係個釋迦牟尼嘅尊，連彌勒都唔見啊，都好少見啊，明唔明啊？佢哋就係算係信有釋迦牟尼嘅咋，其他菩薩全部唔信，全部認為你大乘搞出嚟嘅，冇呢啲咁嘅嘢嘅，歷史上有釋迦牟尼一個啫，咁樣。咁呢啲咧，所以世親菩薩當初小乘出家就咁嘅心態。而家小乘人都仲係咁啊，何況千幾年前，佢哋嘅無著同世親咧，大概咧係釋迦牟尼滅門之後啊，佛滅後800至900年，即係距離而家幾多年啊？而家就2500幾年，係咪？即係1600年前。玄奘法師係1300年前，即係佢早過玄奘法師300年，無著世親200-300年前係祖師啦，玄奘嘅祖師咁樣嘅。咁所以咧，當時咧無著菩薩已經學咗大乘，佢又係開始小乘出家，後來就學咗大乘，又親自喺定中見到未來佛，受到未來佛嘅慈氏菩薩嘅指點，入咗初地，咁佢就好想度自己嘅親細路，希望同埋佢覺得個細佬成日毀謗大乘，用小乘嘅立場嚟話大乘，唔係佛講嘅。咁呢樣嘢咧係好大罪孽嘅，咁所以希望咧係能夠吸引佢弟弟嚟學習大乘，所以咧就詐病，就話佢病得好緊要啦，就嚟死啦。咁咧就揾人通知個細佬嚟探佢，咁佢又唔見佢住喎，第一晚就安置佢嘅地方住，咁然之後揾人咧喺隔離揾佢啲徒弟啊，無著菩薩突然之間帶嚟咧就讀《華嚴經》，讀《華嚴經》其中一品，其中一品呢品叫做十地品，呢品非常之重要，《華嚴經》嘅十地品。即係講大乘菩薩個十地嘅境界點樣修行嘅。哇！聽完之後咧，世親菩薩好震動。原來大乘咁偉大，裏面嘅境界咁了不起嘅。我以前亂咁批評大乘就唔啱，係嘛？佢事實上小乘比唔上，咁咧好後悔，覺得我嗰條脷啊！佢話做咗好多口業，錯誤批評大乘我唔知幾乎咧俾個心肉割咗條脷。因個人係以前係咁，因個人好中意辯論不同學派。咁辯論如果你輸咗咧，你有得幾條路揀嘅啫。一係就歸依，贏咗你嘅人，歸依佢做師傅，拜佢為師，辯論贏咗你嘅。如果唔係咧，你又唔想拜佢為師，你就割咗自己條脷。就話以後我唔講呢套嘢，我輸咗，係嘛？我呢套嘢唔講啦，甚至有人自殺。印度人係咁噶，嗰種風氣好緊要嘅，古代印度人所以釋迦牟尼佛好多弟子都係咁樣收翻嚟嘅，全部係外教，佢全部贏晒，佢哋全部歸晒釋迦牟尼佛咁嘅樣。咁佢喺呢個時候，佢嘅哥哥就喺呢個時候及時出現，就勸止佢，就話咧你既然後悔自己以前亂咁批評大乘，咁你就算覺得自己條脷都冇用㗎，有咩貢獻，有咩益處啫？點解唔用你條脷，用你把口又嚟弘揚大乘咧？係嘛？仲大功德。咁佢咁樣講咧，世親就
覺得好有道理，就拜自己嘅哥哥做師傅啦，跟哥哥學大乘，就咁樣樣。咁就世親菩薩寫好多書，有一個稱號喺印度叫做百部，開咗太耐，咁咪百部論傳，百部梗係誇張啦，佢冇寫百本論咁多，但係都有幾十本肯定有，寫好多個論，有長有短，即係注解好多佛經，好了不起好多都同佢有關。咁啊，百部論傳，唐朝玄奘法師門下嘅窺基大師咧，就有另外一個稱號窺基，呢個又係好了不起嘅人物嚟嘅，就俾人叫做百部疏主疏之前都係論嘅一種嚟嘅，即係注解咁解啫，係嘛？呢兩個都係好了不起嘅人物。咁呢個百部論傳咧，就寫到最後尾咧，就寫咗一部叫《唯識30頌》啦，就今日個題目啦。咁佢就講唯識，講呢個宇宙萬有一切都係唯心所現、唯識所現，講呢個道理。咁一講呢個道理咧，佢就冇詳細解釋，佢淨係咧寫咗30首頌。咩叫頌咧？所以一首頌以前如果印度咧有個背頁上面啦譬如話咁樣，好似個首詩咁，5個字，當然中國人5個字啦，印度未必係啦。咁咁樣4句嘅一首頌，好似我哋嘅絕句咁唐詩嘅5絕咁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叫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呢個唐詩咁樣就4句咯。咁幾多首頌？咁如果你係30首頌，即係點啊？咁即係每首4句，即120句咁樣寫咗，但係只係有頌文呢個叫頌。所以頌咧就係呢種體裁啦，好似詩歌嘅體裁啦。咁咧就冇解釋嘅，詳細解釋咧就叫做長行。長行點樣咧？就係喺啲頌度長賴賴嘅，即係連續不斷嘅文字，即係用現代話即係咩啊？散文啦，唔係詩歌啦。散文部分咧就叫做長行。咁呢啲長行咧就詳細解釋嘅，佢冇做詳細解釋，佢自己冇解釋，咁就過咗身啦，佢上咗兜率天啦，離開人間。咁佢呢啲解點算咧？咁佢好多弟子，好叻弟子。當時呢個瑜伽行派印度已經好犀利，呢個無著世親兩兄弟嘅弘揚好多人嚟學習，好多人歸依跟佢嚟學習，好多叻嘅弟子。咁世親同世親之後就有所謂10大弟子啦，10大論師。呢個論師即係寫好多論嘅學者嘅高僧大德。咁呢10大論師咧，就紛紛為呢個唯識30頌做注解。咁好多注解，好詳細嘅注解。咁玄奘法師去印度嗰陣時咧，就帶晒翻嚟。其中咧，佢最重要帶翻嚟咧，就係護法菩薩。有位菩薩叫護法達摩帕那，佢係陳羅菩薩嘅弟子。陳羅菩薩咧係講佛教嘅邏輯學因明一個大師因明量論。佢係陳羅係傳出嚟世親嘅弟子，有人話佢世親嘅徒孫但係我哋一般咧就當佢世親嘅弟子。咁陳那再傳俾護法，即係第4代。無著世親陳那話第4代。咁護法咧就傳俾戒賢。即係護法好年青就往生，啲菩薩嚟人間咧唔一定要好長命嘅喎。佢有啲嚟咧係有目的，佢拜完佢走㗎啦，佢翻上去㗎啦，佢翻去聽經，你明唔明啊？所以好多人錯覺以為要長命先係修行，有修行我哋唔係要鬥長命嘅。
我哋要鬥貢獻嘅，你明啊？有啲人長命百幾歲都冇咩都冇做到，冇貢獻嘅，你明啊？咁長命冇意思㗎，你明啊？咁反而你唔一定要長命，有貢獻就得啦。咁嗱，講長命護法就唔長命嘅，玄奘法師都唔長命，如果佢都話幾歲嘅咋？但係佢貢獻到而家都冇人超得過佢喺中國佛教裏邊。所以習近平主席去到印度周圍去都會表揚讚揚玄奘法師。但係戒賢就夠長嘅啦，百幾歲。戒賢法師咧就據說佢咧到晚年啊，超過100歲之後咧，全身骨刺啊痛得好緊要，痛不欲生。咁佢咧即係佢醫極都醫唔好，呢個佢係那爛陀寺啊，印度最高等嘅大學。我啱啱10月帶個團去，係玄奘法師1300年前去印度留學之後，第一個中國人去到那爛陀大學，用英文我用咗1個半鐘頭講玄奘法師嘅思想，唔係講歷史喎，講佢嘅思想喎，講玄奘法師咧將印度啊護法菩薩嘅4分説再進一步建立所謂3類境呢個思想，印度人都冇，係玄奘發明嘅，説明咗啊，就係話對各種境界點樣去辨別啊？呢個咧係中國人偉大嘅發明，係玄奘法師學説。我用英文介紹咗4分説同埋3類境。幾十個近100個咧嗰啲那爛陀大學嘅學者，絕大部分印度人啦，同埋啲學生聽我講，係玄奘法師係第一個咁樣講，佢哋非常之重視。嗰個校長不斷用手機影我嗰啲 PPT， 到晏晝啊，佢主動陪我去玄奘紀念堂參觀。喺第4屆世界佛教論壇啊，喺無錫舉行嘅，上個月舉行完啦。嗰個論壇金梅嘅個校長都去過，那爛陀大學校長潘德校長 Dr. Pan， 每日都打電話問候我，明年3月佢會嚟香港接受我邀請嚟香港參加。佢話佢答應咗我咧，盡量揾地方俾我哋捐一個慈氏圖書館喺那爛陀大學，因為嗰度好多梵文佛經，好多其他佛經，就冇乜中文佛經。我哋捐中國各個朝代嘅大藏經俾佢，佢好開心，佢接受咗，咁所以咧，但係而家那爛陀大學咧冇人識唯識，冇人懂大乘佛學，好弊。佢哋全部係研究小乘，研究巴利文，研究梵文，語文學家同埋小乘學者，冇人識大乘，冇人去弘揚大乘。而以前去印度嘅人，就算講到都係講玄奘嘅歷史，最多係講下嘅啫。點樣取經，講唔到玄奘翻譯之後嘅貢獻，同埋講唔到玄奘自己嘅思想嘅特色。咁我好有心機，用咗個幾鐘頭嘅時間，個半鐘頭時間，全部用英文同佢哋解釋。將來呢篇論文會登出嚟。我呢個 PPT， 咁所以咧，玄奘法師當時咧，玄奘法師嘅師傅就係戒賢，就係那爛陀寺嘅方丈，100幾歲，佢患咗呢個骨刺，究竟係風濕骨痛定乜嘢，搞唔清楚。總言之咧，就痛苦到不得了，醫極都醫唔好，成身啲骨刺痛勾緊要。咁佢咧痛到想死啊！本來個高僧就唔應該自殺嘅，係咪？但係佢真係忍唔住啦，佢開始絕食就要走啦，你明唔明啊？即係話咧，慢慢食少啲，就停咗唔食，跟住咪死咯，咪走咯。咁佢開始絕食啦，冇幾耐咧，夜晚發咗個夢，呢個係神話故事。但係神話故事咧有代表性，即係代表呢受人重視嘅程度。夢見咧3個菩薩一齊出現，夢見1個都好難，夢見3個菩薩，而且都大有來頭嘅。
而家佢哋全部咧係咩咧？天人嘅服裝。咩叫天人服裝啊？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啲菩薩像咧，天衣啊！咩叫天衣？即係貼身嘅衣服，即係好似咧嗰個皮膚上面多咗一層嘢，貼身到不得了。好似我哋啲衞生衣嗰啲，好似嗰啲做啲咩由軟體操嗰啲叫天衣，好似個身體生咗嚟唔使換衫嘅，嗰種叫天衣，好殊勝，好靚，即係飄飄欲仙嗰種。啊！有髮髻，有瓔珞，有天衣，一個係翡翠色綠色，一個係金色，一個係銀色。咁綠色、翡翠色嗰啲菩薩就自我介紹，佢係觀世音菩薩；金色嗰啲菩薩自己介紹係文殊菩薩；銀色嗰啲菩薩咧係慈氏菩薩，即係彌勒菩薩。哇！驚動到三大菩薩一齊喺夢中嚟點醒佢，佢話你唔死得，你唔可以死，因為而家大唐東面嘅大唐國有個高僧已經上路啦，嚟求法，你一定要留低你嘅生命，將佛經佛法傳俾佢，大乘佛法，令到佢可以帶翻去中國弘揚，你責任重大，唔死得。個弟子真係好辛苦，戒言論之講我感覺我承受唔到嗰啲骨刺嗰啲痛苦佢話咧啲菩薩對佢講，話因為你過去生做過國王虐待啲人，用呢個苛政酷刑虐待人民，所以今世受呢個苦你要誠心懺悔靜心等待呢位高僧嚟做你嘅弟子，你個病會好嘅。咁樣講，咁佢又見到慈氏菩薩咧特別緊張，印度人當時都信彌勒，個當時冇人玄奘法師喺印度1300幾年前係冇人想去極樂世界嘅，因為極樂世界都冇人弘揚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全部係弘揚兜率內院嘅，你查古代嘅書，所以我哋睇翻咩咧？雲岡石窟、龍門石窟，你而家可以睇到㗎，唔係我呃你㗎，冇阿彌陀佛像。阿彌陀佛像後來敦煌就有啦，唐朝就有啦。早期魏晉南北朝嗰啲石窟咧，全部係釋迦牟尼像、彌勒像、天官彌勒交叉嘅嗰個喎，有時兩隻腳交叉，有時兩隻腳咁樣揼落嚟，坐喺個皇位度咁樣嘅。頭戴天冠嘅或者觀音，呢三種佛像、菩薩像為主，冇阿彌陀佛像。但一到唐朝咧，哇，好多阿彌陀佛像出現，仲多過釋迦牟尼像。呢個睇石窟就最用，睇啲造像有幾多咧，就知道當時啲人信乜嘢，係嘛？做佛像有功德㗎嘛，啲人諗住係咪？咁你嗰陣時流行乜嘢就做乜嘢咁玄奘法師嘅傳記裏面記載，當佢去印度嗰陣時，淨係信彌勒嘅，淨係個個都諗住修行修得好嘅係死咗之後去兜率內院見彌勒，將來彌勒成佛，陪佢一齊嚟成佛，嚟人間度眾生咁嘅樣。冇人話去極樂世界，呢個係歷史真真正正有咁嘅記載。好啦，戒賢法師當時見到嗰個銀色嘅彌勒，就問佢：我希望生去尊者嘅兜率宮，有冇可能有冇機會彌勒就開口同佢講：你好好地努力弘揚瑜伽師地，一定可以咁樣。佢當時好大鼓舞。好奇怪喎！佢發完呢個夢之後咧，嗰啲骨痛慢慢好翻喎，唔痛喎。咁佢留一條命，就佢等玄奘嚟。當玄奘去到那爛陀寺，佢出嚟接佢嗰陣時，兩師徒一傾偈，就話佢發呢個夢嗰陣時係幾時？3年前，玄奘正係起行嘅時候，嗰個日子非常之吻合。哇！即係兩個攬住痛哭流涕，係嘛？好感人，好感動。呢個絕質喺《大唐三藏法師傳》裏面有咁嘅記載。玄奘法師唔會講大話，係咪？咁
咁啊，戒賢論師算係第5代啦。無著世親陳郎護法戒賢，第6代就玄奘。咁玄奘法師咧就將呢個學瑜伽行派學説咧就傳翻嚟中國。咁咧玄奘法師咧成為東土嘅第1代祖師啦，差唔多。咁佢當時因為咧長期喺大慈恩寺，即係而家西安嘅大雁塔嗰度，大慈恩寺，你哋去西安咧係一個最重要嘅名勝之一，係嘛？咁啊，大慈恩寺係當時唐朝嘅唐高宗李治啊，即係武則天嗰個丈夫，做太子嗰陣時嘅東宮嚟。為咗紀念佢媽媽，所以慈恩係指媽媽嘅慈母之恩，捐咗。因為太子做咗皇帝啦，好多時佢住過嘅地方冇人敢住，即係你想做皇帝，哇咁想睺住佢個位啊，咁佢捐咗個東宮咗嚟做寺，啊佢哋信佛，李治信佛仲緊要過李世民。李世民就係因為欣賞玄奘大師，李世民係信道教多啲。但係佢對玄奘法師就特別唔同，覺得佢係一個好叻嘅人才，欣賞佢嘅才華，全力支持佢翻嚟佛經。但係玄奘法師在生嗰陣時咧，道士啊有咩公開儀式，道士嘅牌位排到出街僧人嘅前面。直到唐高宗李治嗰陣時，玄奘法師咧再出聲，先改翻過嚟。出家人啊，佛教出家人行前個道士咁嘅樣，嗱呢啲就睇到皇帝嘅信仰。玄奘法師對李世民講，李世民冇接受佢呢樣意見，仍然將道士擺喺前面，係嘛？因為道士認為老子係姓李嘅，你唐朝嘅皇帝又係姓李嘅，自己人啊嘛，你明啊？所以將個老子將啲道士擺喺前面啊。咁啊，呢個慈恩宗就係咁嚟。嗱，唯識宗呢個係好後先叫，啊，甚至有人話係日本人搞出嚟。點解咧？因為十大論師注解嘅唯識30頌啊，玄奘法師本來要一個一個咁翻譯，後來咧佢嘅大弟子窺基就做老師，佢話咧咁樣翻譯法咧好複雜、好瑣碎，中國人咧冇時間去。而且到時咧，大家亦都唔知邊個嘅注解最好。既然我哋學嘅係護法呢一派，護法又係最究竟、最成熟、最精密嘅學説，咁我哋何不用主要就翻譯護法嘅注解？如果其他9家嘅注解啱用嘅，我哋就採納一部分。玄奘接受咗佢嘅意見，就叫做有譯啊。呢個字有啊，有即係溝埋咁解，有即係猜勻咗糅合咁解，即係糅合咁解，即係話咧猜勻咗嚟翻譯，就唔係一個個分開翻譯，主要就係用護法嘅翻譯咁樣啊。咁譯咗呢部書咧就好重要嘅書啦，叫做《成唯識論》。成立唯識道理嘅一部論著，叫做《成唯識論》，成立建立唯識學説，就係世親菩薩嘅唯識30頌嘅注解書。呢部書好重要。成譯完之後啊，皇帝親自揾翰林學士抄嘅。我響好多年前，最少6、7年前去東京嗰陣時。有一個區澤大學嘅教授帶我去三井啊！你知道日本有個商社叫做三井商社大財團嚟嘅，303井嘅大財團。佢喺入東京市中心咧有一層樓啊，攞嚟做佛教嘅博物館，全部好珍貴嘅佛教嘅佛像、佛經，竟然俾我見到唐朝玄奘法師翻譯成唯識論以後50年內嘅宮廷手抄，哇！啲字好靚，日本人真係有辦法，中國都冇啊！呢啲嘢佢唔知點揾到，梗係喺中國偷去㗎啦，係咪先？但係佢哋保存到啊！
仲係好好。唐朝咧嗰陣時都冇，仲未係用啲黑字嚟印佛經，全部佛經係手抄。到宋朝先開始有大藏經，唐朝嘅大藏經唔見大藏經，一切經全部係手抄嘅。到宋朝開始就黑字啦，就印佛經啦，印大藏經最早就係宋朝開始印咁樣。咁所以咧，呢部書證明啊，皇帝都好重視成唯識論，係成個唯識學派呢個思想最高峰嘅書。成唯識論，但係要講成唯識論啊，我要詳細講好耐時間。啊，我老師講過喺香港咧，講10年，每個禮拜講一次喎，我每個月嚟一次喎，你明唔明啊？唔知講到何年何月。咁所以今次我哋講嘅就係30頌，就唔係講成唯識論，即係唔講注解嗰部分。精要，而且咧我就依韓清淨呢本書，近代咧有3個好出名嘅學者，其中一位咧係弘揚唯識，其中一位係北京嘅3時學會嘅韓清淨，一個老居士。咁佢咧就受到啲有錢嘅財主嘅支持，喺北京辦咗個3時學會，佢想訓練100個人弘揚儒家思理論，佢專門研究儒家思理論。可惜因為戰亂，呢個冇機會成功，係嘛？但係佢咧好多著作，其中咧唯識30論寫咗呢部略解，係近後來先有人揾翻出嚟，係嘛？你呢度有錢都買唔到嘅呢本書，係我重印嘅。咁而家我印啲書係免費嘅，我唔收錢嘅。咁裏邊咧有一篇叫《唯識30頌全句》啊，佢呢個30論略解都太詳細，如果要講又要講好耐。咁咧，我就講佢嘅全句，你睇到佢附全句。咁你如果每人有一本咧，就揭喺中間。30論略解完咗之後，即係呢頁開始啦。呢頁有一個勘誤表嘅中間，係嘛？一路去到第202頁，見唔見啊？由頭去到202頁，有睇到？由開始去到202頁，見唔見？202頁咧就係錯字表嚟嘅，前面有個錯字，叫做附個表。咁另外一邊咧就係唯識30頌本論啦。嗱，見唔見？見到嘛？咁再揭一頁。2頁4字，揭到第4頁，202頁之後再揭4頁，見唔見啊？唯識30頌全句，隨學儒家菩薩戒清淨術，見唔見啊？見到嘛？呢個我以後就根據呢個逐句解個幾乎都好會講好耐下，但係好好嘅，啲文字非常精彩。唯識30頌全句，你有冇人澳門講話？冇人講過全句，呢本書都難揾啊！如果唔係我揾翻咗嚟重印，淨冇啊！法相學會都要靠我呢本書咁好草，即係好周密，好精彩咁所以咧，你明白點解要叫持宗啊？持宗就係講彌勒嘅學說，未來佛嘅學說叫做持事宗，又係玄奘法師喺印度傳翻嚟嘅學說。玄奘法師喺大慈恩寺翻譯佛經多年，所以佢嘅宗派叫做慈恩宗。佢話點解叫唯識宗咧？因為佢寫咗呢部書，譯咗呢部書叫做《成唯識論》，所以唯識兩個字喺呢度。有唯識30頌。好多唯識以唯識做名嘅書，所以叫做唯識宗。但係呢個大概咧係後來先有嘅。玄奘法師在世嗰陣時，可能都冇人叫唯識宗後來去到日本嗰陣時，日本人咧好多人注解玄奘法師嘅嘢咧，用法相兩個字。譬如話法相賢神章，研究好深入，研究佢神奇奧妙嘅地方。